your name. Oh Lord, praises to your name. Oh Lord, for your name is great and greatly to be praised. I sing praises to your name. Oh Lord, praises to your name. Oh Lord, for your name is great and greatly to be praised. Can we sing that all in one voice? I sing praises. I sing praises to your name. Praises to your name. Lift up your hands and sing.你所思，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说一些话，然后我们可能就先唱这个神啊神啊语，大家比较可以吗？再给我5分钟的意思，再给我5分钟，谢谢。对。有没有厕所？喂，好，大家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哇，你们还好吗？大家？好，如果你们平安，让我看见大家的双手在哪里？
啊，挥挥手，挥挥手。各位青年们，你们的手在哪里？好，大家平安哈。好，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礼拜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来练唱我们在今天礼拜当中会唱到的诗歌。哦，如果你有手册的，哦，你有排湾圣诗的，哦，我们都可以先一起来。如果有手册的，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第5页，在我们排湾圣诗362首。我们唱2遍。Senai, senai, kaleba lebai, dengerai Yesus nama. Masa kini pada timai manga, sahabat saya jujika. Senai, kaleba lebai, tua pasal ini Yesus. Yesus sama Nasi pelua Kisenai nasi mas Tanui tenama pula Adi senai Kaleba-lebai Tua masgelingi Yesus Nasi mapuli Kuana penyulat Dai Yesus Haleluya。好，这个是待会我们第1首会唱到的歌。再来第2首，我们一起来看手册的第6页，重新合一。这待会呢是我们所有在场青年人的献诗。那我们会唱2遍，然后过桥之后，我们会再唱1次的副歌。副歌唱完，我们会唱尾段。好，大家这样子的解释可以吗？好，来，我们一起来唱。在我们手册的第6页，重新合一。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
他是主耶稣基督。我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各位青年们，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用双手、用我们的身体来赞美我们的阿爸父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灵歌唱，我们一起来。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真伟大，你真伟大。让我们举起双手，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哇，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如果可以，我们一起来做动作。我想看见各教会的动作是什么？喜彩，精彩，快来敬拜！欢喜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耶稣，主耶稣，嘿，他是主，让我们大声地说，他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主耶稣，让我们大声地来，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基督。诗篇第9篇第1节，我们一起来念：我要全心全意的赞美你。我们再念一次诗篇9篇第1节。我要全心全意的赞美你。这个时候，我要邀请我们的同工一起来发这一个小小的礼物呢，或者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布条上面哦，请我们的同工，这个时候我们来发这个布条，希望在这样发的动作是有一个传递的概念，有传承的概念。我传给你，你传给下一位，将这个福音传到各个角落，象征着，我们上个世代传承到下一个世代。这时候我们一起来赞美。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我的双手，我要举起双手，强服于你，降服于你。我要贴近你的胸怀，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我愿触动你心。如果可以，你收到这个布条，你可以绑在手上，你可以戴在你的脖子上，按照你的方式捉住我的手，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我们再一次，我愿触动你的心弦，我愿触动你心弦，我要全心讨你的喜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我的双手，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主我的神，求夺我的心意，我要完全的属于你。再一次，我愿触动你的心弦。让我们举起双手，全心讨你的喜悦。主啊，我要举起我的双手，我要降服在你的面前，要贴近你的胸怀。让我们再一次的说，全心讨你喜悦。
我们走过60个年头，用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感谢，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牵起双手，牵起手啊！感谢耶稣，来，感谢耶稣，感谢主，因你爱充满我心，我今天领受你奇妙恩典，献上我。我们再一次感谢耶稣，我们大声的来唱。我今天领受你奇妙恩典，献上我赞美。你们来唱，我今天领受。我要跟你旁边的人说，看见你真好。看见见你真好。跟你后面的人说，跟你前面的人说，我们继续赞美神。我们继续赞美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湾中会设立60周年系列活动，青年事工部成立60周年纪念感恩礼拜。这个时候，让我们起来安静心，预备自己续约。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约翰福音10章27节，这是上帝的话。唱诗，我们一起来唱台湾圣诗362首，在我们的手册第5页，会众请起立。Senai kaleba lebai Tengelita Yesus sama Masa kilibat dan mai mangap Ali senai kaleba lebai Tengelita Yesus Kasih papuli kuana penulam Haleluya Senai kaleba lebai
Yesus sama Nas perlua kisnai nas mas Tanu ideng haleluya Ali sinai kaleva-levai Wapa selini Yesus Nasi papuli kuwana penulang Tai Yesus haleluya祈祷，我们请台湾中会青年事工部顾问牧师以波牧师。Kay nulia mapulan. Tala kilibakana tala pupitsulana niya kamatsmas. Tisuna mana niya sebutan niya manalenga di Yesu Kristo. 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是我们生命中的依靠与盼望。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过去的60年中，赐给我们恩典与祝福。你引领我们走过困难的时刻，并在我们喜乐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为着中会的60周年的庆典献上感恩与赞美。主，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洞察力，使我们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中能够持守信仰，勇敢地见证你的爱，以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能够深深地扎根，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保守我们的心灵与思想不被世俗的诱惑所摇动，并使我们能在教会中的群体中找到属灵的伙伴，共同成长。天父，我们恳求你在今早的感恩礼拜中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使我们能够将一切的荣耀归你。愿一长所分享的话语成为我们信心的见证，激励我们未来更坚定地跟随你。主啊，祈求你感动更多的青年愿意献身服侍你，在教会中担起更多的责任，愿他们的生命能够成为我们中会未来的坚固基石，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你。天父，更求你保守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合一，并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重新立志为你的国度和福音事工来努力。愿我们在你的引领之下，成为社区、部落和世界的光和眼，成为你的名，让你的名成为我们美好的见证。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会众仍然站立，我们一起来攻读信仰告白，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青年祷文。创造万有的主，使人和睦的主，对每一个时代启示他的真理与生命。我们要亲研圣经，更深明白真理，实践圣经教训。我们确信全世界教会必须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合而为一，因此我们要致力教会的合一运动。光照大地的主，
脱。我们要成为世上光，地上盐，很调和万物。我们确信教会必须是学基督，以爱和福在于世界。我们是所是生是受，以心上一种托付使命，道成肉身的主。同时鼓励协助信徒尽其公民责任，关怀国事，积极参与政治、经济、社会的生活，维护上帝所赋予的生命价值与人性尊严，实践上帝爱与公义的理想社会，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爱与公义的主，我们祈求你引导我们，使我们存公义、好怜悯，用真挚的心与主同行。我们愿尽力认识与认同台湾的历史情境，你的爱认真的委身，关怀台湾的弟兄姐妹在普世间自由与生存地位。我们祈求你常与青年人同在，呼召与教导青年，通过与你的怜爱与为义受苦的生命，让台湾在爱中自由飞翔。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坐。读经，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在约翰福音2章23节到25节。读经者华语，我们请安坡教会洪玲雅执事；台湾语，我们请嘉义教会穆尼萨萨嘎兰姐妹。主的话语在约翰福音第2章23节到25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是上帝的话。Kabalisilisya kibaanat tua lali kara-karawan izwazwa di Yerusalem di Yesu turuwa cao na patsun tazwa kini ta kudan nimadu shipa gelan-gelan ta picu na cemas saka masaluanga ta madu lakwa di Yesu inika naki paparangas tua maraka cao ayaw tua gelam nimadu maraka cao mabulat aw shikuda izwa uri pas gelam ta Yesu ta patara cao ayaw tua gilan anga nimadu baru itala na cao anga。赞美，我们请所有的青年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献唱这首诗歌《重新合一》。当然，如果你认同你还是青年的，欢迎我们一起来献诗。神就开始动过。
分彼此，同心向前行。我们合同敬拜，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谁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献出生活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愿神喜悦我们的献诗，成就美好。青年请坐。讲到你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我们恭请主礼者、讲道者，我们台湾中会第60届议长许瑞美牧师。青年施工部的恩平部长，我们的顾问伊布牧师，还有在座的部员，我们青年干事雨农传道，还有我们在座中委同工，还有我们的大家长罗乡长在这里，他不仅仅是我们马家乡的大家长，也是我们的学长。24、25届的青年施工部的部长，也是我们前任议长。那在座还有我们总会原宣的李干事，在座所有的同工、青年朋友，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今天是台湾中会成立60周年青年施工部的这个系列活动。那我们从今年的1月的这个献堂联合感恩礼拜，到4月兄弟施工部，5月妇女施工部，7月刚刚结束的这个历史展览，还有今天青年音乐培灵会园游会的活动。接下去我们9月份28、29号中会成立60周年的感恩礼拜跟运动会。我们透过一系列的活动，除了回顾中会成立60周年的感恩礼拜，我们从这个回顾当中，一起再回顾我们的信仰前辈怎么样从初期，在一个非常困难、非常缺乏的一个环境之下，仍然能够努力的传福音，让基督的福音从这个部落到那个部落到下一个部落，很快的基督的福音传递到台湾中会各地方。当然我们也要从这个60周年各项的系列活动当中，再次的检视
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检视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重新思考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重新思考在现今的世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的邀请。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青年施工部的活动，我看到这个主题“青年60耳顺之年，我儿聆听，我心顺服”，真的是非常年轻、非常有创意的主题。那么在这个主题，我相信不管是我们的部长、我们的干事、部员，他们一定用心的去思考，在今年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表达青年施工部。那么我们从这个主题当中，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专心聆听上帝的话，我们要专心聆听真理，透过我们所领受的真理，不论是你自己个人的读经，或者是从你所领受、从分享当中所领受的上帝的话语。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在我们的生活，不论是在你的工作职场，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个生活领域，是学生，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认真的尽自己的本分，来该做的事情，来服侍上帝，委身在教会的服侍，委身在工作职场，尽自己的责任跟本分。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我儿聆听，我心顺服，这样的一个主题，这样的一个期待，绝对跟你的信心是有关系的。你因为相信上帝，所以你相信神讲的话，你因为相信神讲的话，你愿意委身用上帝的话实践委身，在你做学生的一个本分，在你职场上的任何一个当做的事情。所以既然这样的一个心智，聆听上帝的话，顺服上帝的话，跟信心有关系，那我们就要问，你的信心，你了解你的信心，你知道你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吗？在美国的教会，大概是在18世纪1742年到1746年的这段时间，在美国教会发生了这个教会当中第一次的这个大复兴。那教会历史学家称这次的这个复兴叫做大觉醒，因为有很多人从罪恶中觉醒过来，悔改信主。那么悔改信主之后呢，原本对信仰冷淡不关心的，生活乱七八糟的，他们开始因为上帝改变他们的心，开始非常关心这个基督的信仰，而且呢，活出这个爱上帝、爱人的这个生命样式。那在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一个4岁的小女孩，我刚刚在看那个李牧师的那个子女，大概那个年龄哦，差不多吧，幼班4岁，一个4岁的小女孩，常常到这个自己的衣橱里面，跑进衣橱里面做什么呢？在那边祷告。一个幼班的小朋友，在这个衣橱里面为着自己的生命祷告，为着这个全家人来祷告。有一天，他对他的妈妈说：“上帝果临到我身上，我感觉上帝很爱我。”那不仅如此，这个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他还用他的童言童语去鼓励跟他差不多年纪的这些小孩子，要努力到教会上主日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大复兴、大觉醒的这个时期，很多的孩子悔改信主，那大人也是一样，在圣灵大复兴中，生命开始改变，有觉醒。人与人之间所讨论的都是信仰，都是这个如何活出基督信仰的生命，是不是很棒？这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很有关联。所以在那个时候，整个美国的教会感觉是非常的复兴，感觉是一个觉醒。从这个外表看起来很棒，这个圣灵复兴运动
非常的棒，每一个人都在那个地方在反省自己、悔改、觉醒。但是在这个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大觉醒的过程当中，这个圣灵运动这个运动之后，奇妙的圣灵运动之后，很多人自称为自己是先知。那么这些先知呢，就鼓励人要去看异象，要去讲方言，要宣告自己有一个神迹奇事跟随。所以那时候大部分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情绪，有人用这个宗教狂热来去形容那个时候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些人非常的火热，他们甚至于呢癫狂到一个地步，就会看清自己教会的牧师。他们认为牧师只会讲道，没有圣灵在其中工作，也不会行出这个奇能异事。所以当时的教会，或者说在当时美国的社会当中，出现了分裂跟纷争的现象。我们回顾我们这个原住民的教会，大概是70、80年代，因为祷告山运动，也曾经造成教会原住民教会不小的影响。所以后来有很多的这个牧师就开始反省，这个圣经学者开始对这种灵恩现象有了一些反省。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他们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属灵情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感？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能不能从一个基督徒的外在所展现的，比如说敬拜赞美，或者是这个热心服事，来分辨出他对上帝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还是虚假的信心？那答案当然是不能，因为我们不知道外显的行为是真实还是伪装的。我们只能说，外在敬虔的行为不一定是一个真正属灵情感，热心服事不一定就是真正对上帝敬虔敬畏。在耶稣那个时代也有这种状况。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那时候有很多的跟随者，他们跟随耶稣是因为看见了神迹。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些跟随者，他们因为看见耶稣医病赶鬼，使人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神迹，所以他们跟随的是神迹，不是跟随耶稣本身。所以当有很多的人信了他的名，但是耶稣却不将他自己交托给他们。原文交托是信任的意思，换句话就是说，耶稣不相信他们。所以耶稣知道这些人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无所不知的耶稣知道这群人心中的意念，甚至有些人信心软弱到无法分辨自己的信心是真的信心，还是一时的情绪。因为我们的主耶稣穿透每一个人，包括人的人品，包括人的个性，包括人实际的样貌。他也知道真正属于他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诚实或者是软弱。他知道真正属于他的人，他的整个的一个本体。所以耶稣的这个无所不知，给我们警醒，但是也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在耶稣的面前，不需要假装自己很爱主，假装自己很敬虔，因为耶稣都知道。他不只是知道众人的外表啦、身份、名字，他知道你的名字，也知道我的名字，他也知道他们本性、思想以及内心的动机。他知道你，他知道我，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他是圣子，他是上帝，因此我们在耶稣的面前，不需要假装自己很爱主，或者是很敬虔，因为耶稣都知道。那另外一方面，耶稣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这个也可以带给我们安慰。当撒旦魔鬼在他的面前要控告我们是有罪的，
或者是说有人在我们生命在我们这个身上随便造谣，耶稣不会去理会，不会去听信这些谣言，他不会去听魔鬼的这个谎言来判断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众人的心。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他用不着别人来见证，他不需要透过这个人透过那个人来告诉耶稣你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无所不知的耶稣，他根本不需要从别人的嘴巴来去认识一个人，耶稣用他自己全然无误的认识，知道这个人是怎样的人，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在这群人群当中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从这个以上的分享，在美国这个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状况，我们知道信心的焦点从来就不是放在这些神迹，信心不是放在你自己的身上，或者是你看见这个人是怎样来坚固你的信心，因为信心的焦点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是我们信心的焦点，是我们所相信的对象。这也就是在希伯来书12章，他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信心的可贵在于我们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至宝，他是我们最珍贵的拥有。我们的信心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信心，我们有软弱，我们不足，但是我们所信的耶稣绝对是完美，是完全可靠的。所以在座的各位青年朋友，其实最可怕的不是不相信，最可怕的是我们的信心是假的。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信主，我们以为我们已经重生，实际上我们却是不清楚，实际上却是没有得救。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现象，在教会里面自称自己已经信耶稣的名，已经重生，已经得救，但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他们所展现的，我们一样可以看到非常激烈的对立，会看见到偏见跟批评，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甚至于世俗到与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当耶稣讲完这段话，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接下去约翰福音的第3章，耶稣谈到重生。他讲完这个23节到25节之后，他继续在约翰福音的第3章第3节，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就是说，真正的信心一定是与重生相连结的。那什么是重生，或者是说什么是重生的信心？从整个约翰福音的第3章，耶稣跟尼哥德姆的对话里面，我们可以知道重生的信心。耶稣告诉我们，重生的信心就是愿意认罪悔改，真实的信靠耶稣，追求圣洁的生命，爱神爱人，仰望天国的信心。我再讲一次，从这个约翰福音的第3章，耶稣跟尼哥德姆的对话当中，耶稣告诉我们说，一个重生的信心，一个真实的信心，就是愿意认罪悔改，真实的信靠耶稣，追求圣洁的生命，爱神爱人，仰望天国的信心。我们从主耶稣的话来检视我们自己，检视我们的信心，你是哪一种信心？是重生依靠耶稣，遵守主教导的真门徒，或者是我们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很奇妙，因为这个氛围感觉很好，是一时火热的信心。从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来检视，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今天我们在这里，从现在这个时刻一直到晚上的时间，我们要借着这个培灵会，借着园游会的活动来纪念中会成立60周年，一整天的活动。盼望我们不只是参加今天的活动，我们不只是在这个今天的活动而已，盼望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经文，主耶稣对你对我所讲的话，
我们再一次的决志，我们再次的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决志，用坚定、用真实的信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在圣灵的光照跟帮助，让我们有更多的依靠圣灵，依靠主圣灵的力量，帮助我们更真实的认识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更加的信靠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跟随在耶稣基督的道路上，使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在耶稣的面前是一个真实无伪的信心。所以盼望透过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对你对我所讲的话，也透过我们这一系列在纪念60周年的活动，我们再次的检视我们自己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再次的检视自己，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也求主帮助每一位，帮助所有的青年人，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用真实的信心来回应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我们一起祷告，该努力。Balaluta niya tsmas mavana niya kakilingan ania mareleng ati Yesus Kristo. Isuna niya tsmas ay tuna juanga so pinalamakan. Ijanosen nekanos inika so kinlangan niya tsmas. Kumali ito niya kinman ania kini jaajaban na salimana susngan so dinaroyan niya tsmas. Saka kemasito ito niya kinitaw chikra na sukay ito sa isyo. So sinipajaskat, so sinipakipapaulingaw tiyan waman na mapolyat. Kiyaw nga man tuwa teleparawatsa na wawak, uri kemasita no sunan niya tsmas, anapapulingalingaw, anapalarway, anapaulan, tuwa niya varong, tuwa niya kinman. Masita no sunang ta niya tsmas sa papupicho tan waman, masita no sunaw ritsbiyo tan waman, tuwa mabana sukinatingrayan, tuwa mabana sukinarvan. Saka kemasito naman, masito niya kinatutulan na makayamanas mamparawats papuligo tuwa sungadyan. Niya inuli, niya pinakata sungadyan na niya maleleng ati Yesu Citu. Amen.感谢我们台湾中会第60届议长许瑞美牧师，愿我们用真实的信心来回应神。回应诗歌，年轻人会众请起立。十架上，今日将生命给主，他能一路引导你，使你年轻，生命活得更有意义。年轻人，年轻人，你没事。每个是否为主用？你所花费
为世人的罪死在十架上，今日将生命给主，他能一路引导你，使你年轻，生命活得更有意义，使你年轻，生命活得更有意义。会众请坐。赠礼，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台湾中会青年事工部，因着在今年台湾中会设立60周年，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过去我们没有像这样子的场合，没有像这样子的机会来颁发感谢。这个时候呢，借用这个场合，借用这个机会，来一起感谢我们的历任部长、我们的历任干事，还有我们的历任顾问以及我们的部员。首先，第一个阶段我们要颁发的是历任部长。林建二牧师承认第1届、第2届部长，何春生部长承认第6届、第7届、第13、第16届部长。郑秋雄弟兄承认第17届部长，赖约翰长老承认第18届部长，董文雄弟兄承认第20届、21届部长。念到名字的，我们可以请到前面，请我们的同工来协助一下。冯文明长老承认第22届、23届部长，罗清仁长老承认第24届、25届部长，杨明雄长老承认第26届部长，严秋芬执事承认第28届、27届、28届、30届部长，傅明辉传道师承认第29届部长，谢美花长老承认第32届、33届长老，勒个埃巴巴龙长老承认第34届、38、39届部长，温宪林牧师承认第35届部长，何秀珍执事承认第36、37、40、43、44届部长，也是我们第50届的顾问。利达克达拉巴样承认第41届、42届部长，唐世勇长老承认第45届、46届部长，也是我们第50届的顾问。俄伦锦拉师母承认第40、50届部长，也承认我们第5任的干事，在2017年到2020年。陈庆林弟兄承认第47届、48届、51届、52届部长，蒋小美执事承认第53、54、56届部长，一桥法之善传道师承认第55届部长，白俊杰长老承认第57、58届部长，古一沙柏神学生承认第59届部长。这个奖项我们要请台湾中会我们第60届议长许瑞梅牧师来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我们感谢历任部长在我们的嘉美角中，感谢有你，有你真好。各位青年们，各位弟兄姐妹们，借用大家的掌声，谢谢我们历任部长。
个非常感人、感恩的时刻，我们感谢我们的历任部长，谢谢你们。一桥传道师由爸爸带领。好，这个时候我邀请我们历任部长，看见我们的袋子里面有我们的感谢状，是不是可以把它拿出来？我们要这个时候呢，来进行一张大合照，哦，将感谢状的正面面向前面，谢谢你们。哎，请我们的议长是不是可以到我们的中间？好，如果你们的双手还可以，今年台湾中会60周年，双手一只手拿感谢状，另外一只手我们比一个6。啊，可以吗？哇，可以哈。好，好，预备好了吗？谢谢，在这个部分我们颁发的是历任部长，也谢谢我们台湾中会第60届议长许略美牧师。接着我们要颁发的是历任干事，我们感谢第一任一旦宝宝弄传道师，在2003年到2005年承认我们第一任干事。第二任干事是我们的日伊达里马拉牧师，在2006年到2013年。承认我们第2任的干事，第3任许正中传道师在2013年到2014年，第4任周成辉牧师在我们2015年到2016年，第5任干事尔伦吉拉师母刚刚已经有念到了哈，师母刚刚有念到的就不用了哈，我们没有合照也可以哈，但是等下再请你上来，好。第6任唐雨农传道师，这个奖项，这个感谢，我们要请我们的总干事吕干牧师来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各位弟兄姐妹们，再一次借用大家的双手，来谢谢我们历任干事。好，一样的，我们把感谢状拿出来，哇，谢谢你们。好，如果可以一样，另外一只手比一个6。好，好，来，我们一起口令：排进60，有你真好。好，让我们再次用掌声，谢谢我们历任干事。接着下来，第3个阶段，我们要颁发的是第50到59届的顾问。首先，我们感谢何秀珍执事承认我们第50届的顾问，唐世勇长老承认我们第50届的顾问，童俊花牧师承认我们第50届的顾问，左金南牧师承认我们第51、57届的顾问牧师，田天才牧师承认我们第53、54届的顾问牧师，高保罗长老承认我们第55届的顾问牧师，李在祥牧师承认我们第56届的顾问牧师，孙子光牧师承认我们第58届的顾问牧师，一笨牧师承认我们第59届以及今年第60届的顾问牧师。这个奖项我们要恭喜我们台湾中会副议长我们乐牧师来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再一次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就用大家的掌声来谢谢我们的顾问牧师。
好，来，一样请我们的牧师，把我们的那个感谢状拿出来啊。好，来，我们一样，另外一只手比一个6。好，口罩拿掉，舅舅。好，来，一样的哦，排清60，有你真好。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来谢谢我们。好，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第50届到第59届的部员。我们在这个部分讨论了很久，我觉得我们大家有一个共识，还是要在青年部的大家庭，我们这样彼此的同工，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子的祝福跟感恩。第50到59届部员陈庆林弟兄、蒋小美执事，因为我就不讲那个哈，因为数字太多了哈。好，蓝豹执事王师杰姐妹、江嘉恩弟兄、施君浩传道师、日马利兹传道师、钟思凯弟兄、郭文豪弟兄、曾代玲执事、董婉云姐妹、孔丽珍执事、曾伟伦长老、慕尼姐妹、林平江弟兄、一桥传道师、陈少文姐妹、白俊杰长老、慕尼杜达里茂执事、林启文姐妹、金念威姐妹。因为人数很多哈，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分2个阶段，好2个部分来颁发。好，这个奖项呢，我们请我们顾问牧师、以布牧师来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一样的，让我们用掌声来谢谢我们这几位历任部员。牧师一桥的部分刚刚有了，等一下拍照再上来。好，对。好，一样这个阶段呢，我们请我们的同工们一起将我们的感谢状拿出来，谢谢你们。哦，如果可以，另外一只双手比一个6哦。好，排清60，有你真好。好，让我们用掌声来谢谢我们历任部员在这个阶段。第2个阶段一样是我们的历任部员。钟文豪传道师、谢雅欣执事、赖启元神学生、蔡维成执事、洪林雅执事、古伊撒拜神学生、喇叭告弟兄、阿香执事、兰杰姐妹、左恩平执事、胡以诺姐妹、邱庆恩神学生、朗姆善姐妹。这个奖项我们一样请我们的顾问牧师好，曾经也是我们的顾问牧师，请我们的孙子光牧师，孙子贵牧师，孙子光牧师，哇到底是贵还是光？好，请我们的孙子光牧师，这个奖项也有我。
好，一样的，我们来把感谢状拿出来。好，准备好了吗？一样哦，另外一只手比一个6，口罩哦，口罩记得。好，来，排清60，有你真好。好，这个阶段呢，我们谢谢我们副书记孙子光牧师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谢谢我们历任部长、历任干事，以及我们历任顾问牧师，还有历任的部员，谢谢你们在排清60的加冕角中，有你们真好。奉献，让我们一起来翻开台湾圣诗第186首。在我们手册第8页、第9页。第2节，我们请姐妹们来唱。副歌，我们一起来。我们请弟兄们来唱。副歌一起来。第4节，会众请起立。奉献祷告，我们请部员胡以诺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你赏赐我们生命气息，使我们能够在这美好的一天相聚在你的殿宇当中。
主啊，我们要将这60个年头一切你所赏赐的都全然的献上，恳求神你继续带领保守我们，也让我们在今天都有神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此刻，孩子要将众弟兄姐妹的奉献献上给你，求神悦纳，也祝福孩子如此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勉励，我们邀请我们的顾问牧师以顿牧师来为我们做勉励。我们将今天所有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我们一起拍掌，荣耀我们的上帝。在这里我跟我所爱的所有的同工，特别是议长、总干事我们所有的中委同工，以及在场所有关心我们教会的青年的所有的牧者同工，大家平安。我也要谢谢过去历任担任过部长、部员以及顾问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也有长老，也有执事，也有担任部员之后也要将来成为神的仆人。那谢谢你们过去的努力以及用心，如果不是你们的一起来努力，我想今天也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时刻来荣耀见证我们的主上帝。玛里玛里，我每次看到我们的青年的，不管是我们的部长、我们的部员，每次中会有任何的活动，那给萨穆拉点马都都把不了多日亮点马都多日港。特别昨天牧师来这里，我看到前面我看到我们很多的部员，特别我们的部长原来有这么好的恩赐，在这里插花呢。我们给部长拍手好不好？非常漂亮。这个就是代表我们台湾中会我们所有的青年的这一个表率就是以身作则了哈。我们也期许将来要担任部长的，都要把你们的恩赐献上给我们的主上帝。那我们的青年干事说：“牧师，你是我们的顾问，你要勉励。”我说：“议长都已经讲到了，我要勉励什么？民间那个路大西多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的所有的青年，甚至我们的牧者带我们教会的青年来，表示我们都关心我们自己的教会的青年的发展，甚至我们都关心我们自己的教会青年的现况。当然，作为一个顾问，还说我们的青年干事还是你要讲几句话了。”所以好，那我就他代表我们中会我们的青年的顾问也跟大家来期许跟勉励。这刚刚马林我就用简短的来勉励我们在座所有的青年。当代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个时代，特别是对于教会青年而言。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一个世代中，我们如何在信仰中坚守并且有所成长，这是一个教会所有的青年，包括牧长，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那作为教会的青年，我们不仅要肩负着个人灵命成长的责任，我们更应当要成为社区部落的光跟眼，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事物。首先，我们作为一个青年，我们要扮演的角色跟持守的，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要持守信仰的根基。我们知道，现今的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一个社会，那世俗的观点不断的挑战基督信仰的一个根本原则。因此，我们作为一个青年，要常常以圣经为我们信仰的基石。也就刚刚议长所讲的，我们要常常读经、祷告，并参与教会的生活。那这些属灵的操练都可以帮助我们在信仰上的稳固，不被世俗这些潮流所摇动。因为上帝的话在箴言书的第4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的心是需要被神的话语所充满，
我们才有办法面对各种挑战，来持守真理。其次，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们应该要积极的参与教会施工。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有责任在教会发挥我们的才能跟恩赐。我们每一个人神所赐的恩赐都是特别的，而且是独特的。无论是在敬拜，甚至在教导，服事还是传福音，这些我们都可以奉献给神的一个方式。我们知道，教会不仅仅是一个敬拜的一个场所，更是一个大家庭。我们要在这个家庭中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共同成长。在参与事工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能够更深入的认识上帝，也能够在肢体的合作中能够体验到神的爱与关怀。再来，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年轻人，我们应该更成为社区部落的影响力，甚至在职场、在学校、在家庭、在部落中，都应当见证基督的爱跟真理。因为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14节到16节这样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晨照在山上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你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当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就是要展现爱心、诚实、正直的一个品格，我们就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引导他们认识神。最后，我们要保持对未来的盼望。我们知道世界虽然充满不确定性，然而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这个世界的基础上面，而是在建立基督的应许上。因为耶利米书29章11节也告诉我们：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无论在末后的道路上是多么的艰难，我们都可以因着神的信靠而充满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神他掌管一切，因为他的计划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总而言之，当代的教会的青年，我们要面临到许多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同时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只要我们坚持信仰，积极参与教会的事工，并在日常生活当中见证基督的爱与真理，我们就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愿神赐给我们力量与智慧，使我们在充满挑战的世界中能够站立得稳，荣耀他的圣名。我们更期待未来我们的台湾中会的青年部能够朝向70年。那这10年当中，我们都要肩起时代的责任，我们都要有意向。我来等来给你4来诺达芝麻什么波拉达马周中，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玛丽玛丽马沙鲁。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谢谢我们的顾问牧师以波牧师为我们做勉励。请安及介绍来宾，我们邀请总干事勒格安牧师来为大家做请安。我们第60届的议长瑞美牧师，我们的副议长牧师，还有所有的中委会，我们的青年部部长恩平部长，还有我们的顾问一本牧师，我们所有的青年事工部的部员，以及来自各教会的牧者同工，还有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大家平安。青年60耳顺之年，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是有吓到的，因为我们知道耳顺之年就是指我们这种坐在这里坐5望6或是60岁以上的人，
应该有的心境，对吧？他是告诉我们，人到了61甲子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活出一种对什么事都可以心平气和。用一句话来说，他会有一个境界，那个境界就是隐心而后动，放逸忧和伤。我们会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但是对于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这个主题是太冲撞的。好在继续下来，我儿请听，我心顺服。我相信我们的青年事工部在定这个主题的时候，它的重点就在于，不管我们这个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有多少的冲动，有多少的性格，有多少的处境，我若站在一个信仰里头，我就是要学习倾听，学习顺服，因为圣经说有耳当听的就听吧。我想这是一个主题，一个是虽然是一个很对立的主题，但是它是一个充满了挑战性，也提醒台湾中会设立60周年以来到如今，我们有没有真的进入到耳顺之年？我们可以对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很平静的去面对，同时能够很心平气和的来去处置后面所有的信仰功课。我想这也是对中会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也会将青年事工部的主题当成我们台湾中会全体的教会牧者弟兄姐妹所要共同努力的，让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到耳顺之年。但是我们必须要用耳倾听，用心来顺服。谢谢我们的青年事工部，也希望这样的一个今天揭开这样的一个青年的序幕，是我们更加努力的开始。那我今天的任务除了请安，代表我们中委会来请安之外，也要介绍来宾。那待会儿介绍完来宾之后，我刚刚有征询过我们的部长，难得，因为我觉得这是青年事工部是一个人才的摇篮。我们孕育出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才哈。那我现在来用我的目光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一直等不到我们的那个签名单哈。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首先来介绍我们曾经担任过我们的青年事工部的干事，那现在也在我们的，因为当青年事工部的干事有非常好的基础，所以呢，当他成为一个传道师的时候，总会需要人才。我们能够非常快速、非常立即的回应总会，觉得我们中会就是有一个人才。谢谢青年事工部培养的李牧师啊，现在总会的元宣干事，我们给他拍掌啊！虽然我们很平静，还是要拍手。虽然进入耳顺之年的，还是要有冲动哈。我们也介绍我们的大家长，马家乡的大家长，也是青年事工部培育出来的部长，现在是我们的乡长，也是曾经担任过我们台湾中会第40届，对吗？41届的议长，很多的身份。那可是这个所有的身份是从部长孕育的哦，也是从带领青年青少年所孕育的一个奠立的基础。罗清仁长老，罗清仁乡长，我们谢谢他。好，那我就依序来介绍刚刚我们担任过我们的部长的，请起立好吗？担任过我们的部长的，来摆个车轮嘛，不然啊，你看我们的主任哈，秀珍老师，很多那个我们的神学生都在这里，还有我们的董文雄弟兄，好，我们给尔伦师母，哇，也是又是部长，又是部员，又是青年事工委员会的主委级，好，我们谢谢他们，拍掌。好，我们的介绍过我们的历任干事，刚刚有写，就是我们的丽仪跟尔伦马浩，我们的还有谁？还有正宗传道哈，我们也谢谢欢迎他们哈，在我们的当中。好，我们中委起来一下吗？打中委会，还有吗？的议长我们的顾问一部牧师，我们的副议长，我们的副书记恩辉牧师，前议长美花牧师，还有我们的明光牧师，我们谢谢他们今天在我们当中参与我们的盛会。Many。我们其他的牧者同工，每个参与，田牧师，中年大学的校长林天才牧师，还有我们的
不是，我是要大专施工部哈，大专施工部的部长，还有关美传道师，还有左清南牧师，也担任过我们元宣的主委，嘿，摆个参与啦，好，谢谢我们的牧师哈。还有没有介绍到的？嘉牧师，那的嘉牧师太年轻的牧师哈，好，嘉牧师好，谢谢牧师。好，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与会的同工或者是我们的贵宾。刚刚我有跟部长说，难得这么有重要的时刻吼，我们应该要让担任过我们的部长，然后现在非常有影响力的同工来做3分钟的致辞，好吗？好，我们就是耳顺之言，顺服之心，然后我们就来邀请我们的乡长，然后邀请我们的立以牧师，一个代表我们的地方的大家长，一个代表我们的这个整个组织的最高机构，我们的主管，我们的长官好，我们请罗乡长来，我们先请我们的大家长。好，我们今天主办的单位就是我们青年部的部长，跟我们所有的辛苦的部员，以及所有关心青年的所有的顾问。那在这里呢，我们有瑞美议长，还有我们的李刚总干事，还有我们一本，还有我们的会长，还有我们在这里很多的牧者也都介绍了，还有在这里所有历任的部长还有顾问，所有在这里的所有青年朋友们，大家平安。不好意思叫我在这里来勉励刚才一本牧师已经勉励大家了但是因为义泉是马家乡的所在地啦，所以干才会叫我来。我觉得也应该要跟大家说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马家乡。来到我们的传统领域到我们的一个迦南美地这个我们三河简称为迦南美地是我们原乡55个乡镇里面所有面积的耕作地是最大面积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很欢迎我们所有青年朋友们能够利用这么漂亮的我们的这个义泉的教会，在这里一起来为我们60周年一起来庆祝这个60周年，我总共参加的系列活动，我没有一次是没有参加过包括我们的这个历史的回顾展。我都有参加那也参加妇女会我也是弟兄的部长第2届所以也参加过前面还有几乎我都参加，这个大概就应该是不知道是第3场还是第4场。那我有跟葛安总干事讲，28号我一直很难过了原本是9月5号。但是因为碰到前线9乡运动会，所以我们的60周年的感恩礼拜就往前面那个时候我就不在台湾了所以我一直很遗憾那一天没有办法参与摆在祷告中了很感谢都可以参与中会60周年，特别是今天乡长有行程，我8点就出来了，我就已经在外面了。但是我利用短时间，先到我们这个会场，我希望能够参与到我们青年部所办的这么有意义的这个活动。那我也是非常关心青年的一些活动，所以很感谢神能够给我机会，能够参与大家今天的活动。另一方面，更感谢青年部，真的是非常关心我们历任的部长或是顾问，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因为我历任
青年部部长到现在还没有拿到任何一个奖啊！啊，我是第24届、25届哦，到这里。但是总而言之呢，我还是要在这里感谢上帝，谢谢我们今天分享的瑞美议长所讲的，我也要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勉励，就是交托。我就是这样一路走来。我在平地服务的时候，在客家庄，我曾经是被排斥的人，是门不开的，大门不开的，是被拒绝的。但是我一路都是靠着上帝，靠着信心，就像刚才我们领受的神的话，有几个非常的好。瑞美议长讲到信任、相信，这个都是信心，这都是呼召，确确实实，我一生这样走来，都是上帝的带领。我在工作期间，又可以做到教会的事工，又可以担任重要的工作，这都是神的恩典。那我要跟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能够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我有这个名称、这个职位，我要感谢上帝，因为他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才有机会来为更多的人来服务。那我曾经要走这一条路的时候，虽然不是我的规划，但是上帝要我走这一条路，我就必须就像刚才我们读的一样，我们要积极参与政治，积极的来关心更多的人，因为你有了这个，才有能够为更多的人来服务。所以我把这个职场当作在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来在不同的场所，我都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来宣传上帝的话，我能够用上帝的话来勉励更多的人，更多软弱或是弟兄姐妹。所以这个职场给我很大很大的挑战，也很大很大的见证在里面。所以很感谢神有这个机会，能够担任这样的职务，来为上帝的子民，为上帝的工作来继续来服务乡民。所以我要在这里勉励所有的青年朋友们，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大家都要加油。我相信这一条信仰的路，我们必须要走。所以我要用一段经文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以赛亚书的第6章第8节。我要在这里用这一段经文，因为这一段经文一直是给我很大的帮助。那我刚好瞄到我最好的最怎么样？应该是说最失望的干事。你们知道我当部长的时候，原本第1任的青年干事是田牧师。我刚好他在这，我瞄到他的脸呐，我不能不在这里讲。当时我们有通过要聘任第一任的干事，就是在我们青年。当时是我就是担任部长，所以这个条例是应该是从那边开始吧，应该田牧师那时候。所以真的很谢谢当时我们传道人，我们的牧师，他们有很大的眼见，看见青年的未来，所以我们当时就已经定下这个条例，希望有干事来辅导我们的青年。但很遗憾，当时经济状况不佳，所以就没有这个案，就在预算里面就没有通过，所以一直保留。所以真的很感谢我们的牧师。刚好我也看到我们的师母，温信礼牧师是我最有爱心的顾问，也是当时我担任部长，一直是担任我的顾问还有龚明辉牧师，所以有很多的牧者都一路这样的陪伴，都很感谢。那最后我还是要在这里用勉励了如果要讲故事，3天3夜讲不完。所以我要在这里勉励年轻的朋友们，我用一段经文来勉励我们今天60周年的青年。
在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是这样讲的：我又听见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我要用这一段经文来勉励所有在这里的青年朋友们，在未来的事工里面，教会的未来的发展以及教会的未来，都是由我们青年要来扛起这样的责任。所以我们大家都能够学习像以赛亚这一段话，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能够用这一段经文彼此来互相勉励，希望在我们的事工里面能够一直不断的来往前走，往前来推进。我们更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为教会的事工、为神的国来一起来努力。所以我要用这一段经文跟所有在这里的青年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勉励。那也祝福我们台湾中会60周年这系列的活动里面都有上帝的带领，都有上帝的祝福，让我们的事工继续的能够兴旺，让我们所有各部所有的计划都有上帝的同行。谢谢大家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请安，上帝祝福大家，玛丽玛丽，聊聊完不了，谢谢。议长，还有总干事，还有我们中委的同工，还有在这里的特别是青年部的同工们还有我们众青年朋友，大家平安。我为了不被画圈圈，所以我讲快一点。刚刚那个，就是画圈圈讲快一点，这样时间。我刚刚跟尔伦师母在讲说，我怕我上去会哭除了哭说我的青春岁月都在青年部，有8年的时间在青年部。那其实最感动的还是能够成就，能够有现在的我啦。真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上帝的带领，然后还有我们众同工，特别是部长部员们。我想起那一段时间，我自己是从青年部的部员，然后再到青年部的干事这样。然后想起那段时间的时光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有那种革命情感。然后特别又听到罗乡长讲说，当时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我真的是心中感受到我们台湾中会是所有众教会、众中会区会，甚至也是总会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总是能够做一些正确的事情，正确的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特别是走访那么多的活动。每次回到台湾中会，我都很深刻的感受到，这个地方真的是能够把上帝给我们原住民的那个养分表现出来的地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展现出来，怎么有音乐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分享出来的地方所以再次谢谢大家。然后我们也继续一起努力，在未来的60、70、30、70、80等等的到那个时间，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会不断经历神的改变，神让我们的改变，然后神的带领。然后我们也不断的成长，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继续实践他的教导跟他的旨意。谢谢佳美那么美好的音乐好，在这里祝福大家，然后我们继续要留到下午，留到晚上，好不好？然后赶快call你们的朋友，让他们一起来参与，特别是外面的这些要叫摊贩吗？还是摆摊的要一起来。那个振兴我们的经济，教会的经济好，在这里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有神的同在，平安。谢谢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的总干事吕根安牧师，请安以及来宾的介绍，也谢谢我们青年事工部的大学长，我们马家乡乡长罗清仁长老乡长好。
哦，好，也谢谢我们来自总会我们元轩的干事，也是我们青年部的大学姐啦，哈，真的是看见你们有你们真好。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的部分是谢词，我就话不多说，这个时候就来感谢一下，感谢主，感谢上帝的恩典。感谢神的带领，我们要献上感恩。在今天的谢词当中，我感谢神一路走来陪伴我们，成就美好。以下有几点我要做感谢的。第一个，我们感谢台湾中会第60届的中委会，我们的议长、我们的副议长，还有我们所有的牧师，还有干事、总干事，谢谢你们，让我们如此的做，谢谢你们。让我们这样的做，感谢有我们的中委会。第二个要非常非常感谢的是我们玉泉教会，我们巴黎牧师，还有我们教会的小会、长职同工，所有的弟兄姐妹，更是感谢玉泉社区。听说原本3天的收获节，为了我们改成1天，哇，真的是谢谢玉泉，让我们用掌声来谢谢玉泉教会，也谢谢玉泉社区。第三个，我们要感谢的是我们历任部长、干事、部员，还有我们历年青年部的同工伙伴。感谢神，在今天有这样子的时刻。我们不知道下一次颁奖是不是在60年之后了哈，但是这是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那真的是要说一声大拜大拜。我们可能有很多重复的。要颁发奖项的部分，我们在统一在一个奖项做颁发，经费有限，真的是也只能说打败哈，哇，真的是一切尽在不言中，但是要感谢我们的历任部长、干事、我们的顾问牧师，还有我们所有的部员同工，谢谢你们。接着下来，我们要感谢的是今天从北到南。全台各地前来参与的众教会的牧者、青年，还有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给自己一个最大的掌声，谢谢你们。接着，我们要感谢台湾中会属下各教会的青年主日奉献。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因为在这次青年部的活动，是我们全数自筹，没有对外申请任何的经费。在这次的活动当中，是来自各教会的奉献，更是所有教会青年弟兄姐妹支持的力量与参与。再一次谢谢我们所有的教会，在青年主日这么的用力的支持在青年的事工。最后，我要再一次将前面我所提及的一切献上感恩，荣耀归于我们的主。何等恩典，排清60，佳美脚中，有主真好。耳顺之年，愿我们的耳专心聆听，愿我们的心完全顺服。愿神祝福，在我们感恩佳美脚中的时刻，能够承先启后，成就更多的美好。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献给阿爸父神。这样谢词可以吗，议长？我怕礼拜接续着你们会紧张，怎么突然转换心情？好，颂荣台湾圣诗248首，会众请起立。接着，请我们主礼者，我们台湾中会第60届议长许瑞美牧师为我们做祝祷。Yang tua na pakisumania pasling noa malayleng ati Yesus Kristo hilibak noa kamatsumas paopitsur kandu noa kamashito atala paravacana babak
Pula sini pakizang itua kinatutulan no amarka maacucurung. Kato amarka suala ka mapolat. Masitutua pada mameling. Amen.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是不是肚子饿了？是。感谢神，让我们肚子饿。等一下可以吃的更多，买的更多 ，OK 吗？大家？好，这就是我们故意的哈，请大家不要放心哦。等一下呢，让我们一起更多的享受在今天的园游会，更是在我们今天4点的我们的青年音乐培灵会，希望大家陪伴我们到最后。好，这个时候如果大家你们有拿到手册的，我们翻开一下第14页，翻开一下第14页，我稍微报告一下我们在今天所有的流程。好，我们看一下第1项，在青年部的历史展览，我们在2楼这个地方，大家有看到我的手吗？好，我们往这边看。我们邀请我们所有的牧长、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同工、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可以来到我们的2楼，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静态展。要辛苦我们的同工，真的是谢谢你们。在这样子的筹备当中，希望大家可以用力的打卡，可以用力的来更多的认识我们台湾中会青年事工部。好，那接着下来园游会闯关的部分，我现在脑袋有点空白，我是不是请我们的雅欣来做补充报告一下？好，大家平安。我们报告一下我们的园游会的闯关，从现在就可以开始。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报到组那里，你们可以拿一个闯关券，然后我们消费满200元以上累积的。然后加上我们的展览区跟等一下有表演团体可以给他们签名，你们只要完成以上任务，你们就会有纪念品，所以请大家可以在今天都可以完成这个闯关券。那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待会中午的时候教堂里面不能吃东西，但我们外面有一个宫廷帐，所以要请大家到宫廷帐那边到外面去享用你的美食。但是你们可能需要耐热一下，我们的水冷上好像要稍等一下，对，所以你们可能要百万准耐热嘛，对不对？好，然后我们等一下呢，就请大家拿你们的餐券，尽量可以到我们的摊贩去消费，他们有的会开到晚上7点，那可能到我们的园游券2点40以前就不能2点40以后就不能再使用了。2点40以后，园游券你们的80元就不能再使用了，因为我们到时候要跟摊贩要兑换现金，因为青年部的人力有限，我们要专注培力在我们晚上的音乐培灵会，所以请大家尽量赶快把你们手上的园游券赶快使用完毕。那我们报到组这里中会有准备手卷这不是免费的，这个要花20元。那还是希望大家到摊贩去消费，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青年部这里有20元的手卷，所以大家呢就把你们手上的餐券可以等一下到外面去使用。那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一般垃圾是黑色垃圾袋，
回收是米色的垃圾袋，请大家一定要严谨的去注意一下你们的回收。啊，那边有那个洗手台，一定要把回收的冲一下，因为马家乡很严格哦。牧师已经昨天在叮咛我们了，还有我们的长老，我们的乡长在这里，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你们的资源回收做好。谢谢大家。啊，男厕在这里，女厕在这里，对。然后展览区从这边跟外面的阶梯都可以上去。啊，如果待会有问题，等一下可以找穿这个，我们大家不会穿背心，我们会穿酒红色的衣服。如果你有问题，就问一下我们的部员跟干事。好，以上。好，谢谢雅欣在我们园游会市集闯关活动这个部分，还有户外舞台的报告。接着在下午4点开始我们的音乐培灵会，希望大家可以再将这样的消息告诉更多的青年。我们4点开始我们的音乐培灵会，一起来参与我们的音乐培灵会。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行一张大合照。哦，美好的时刻一定要把它记录起来。来，摄影师，可以吗？好，来，大家就在原地不要动哦，大家在原地不要动。好，2楼的朋友们，我们稍微往前靠一点，谢谢你们。好，这边两边的，好，我们往中间靠一下，谢谢你们的配合。好，来，阿香举手一下。好，在阿香这边的人，我们往中间移动。哎，对，你是那个点。来，母妮举手一下。好，母妮这边的人往这边移动。好，可以吗？好，我在这边。跟母妮一起哦。哦，好，来，大家都 OK 了吗 ？OK 了吗？摄影师 OK 吗？可以吗？来，再往中间靠一下。哇，谢谢你们今天的参与，谢谢大家。好，再往中间移动，谢谢。好，大家准备好了吗？来，第一张我们先比一个6，可以吗？一样的，排清60，大家要说什么？好了，1、2、3，排清60。有你真好，摄影师可以吗？哦，再一张哈。好，第2张我们比一个爱心好了，爱心不免俗的。等一下我说青年事工部，大家就说爱你哦。来，青年事工部，台湾中会，哎，怎么没有声音？玉泉教会，哇，好，来，我们是不是有拿到这个抗议布条？今天都有拿到布条哦，我们一起把布条举起来。好，一样的，我们1、2、3，大家说耶，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再录影哈，来哦，拿起来哦。1、2、3，耶！好，我们来录影一下，哦，录影，大家等一下我会说，哎，好，青年60耳顺之年，大家要说。好，我们彩排一次哦，青年60耳顺之年。好，刚刚是彩排，现在正式开始。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好，3、2、1，青年60耳顺之年。耶！来，我们给自己一个最大的掌声。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开放，大家可以来拍照一下哈。请我们的中委会，也请我们青年事工部第60届
我们的同工也都可以来这边拍照，也可以请我们历年的部长、我们的干事、我们的顾问、牧师、我们的所有部员，我们都可以来进行在我们舞台这边来打卡哈，来拍照一下。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园游会就开始喽。请我们所有的青年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到最后。好，第一个部分我们先请中委会牧师。好，中委会可以吗？牧师等一下，牧师等一下，我们先移讲台了，我们可以到台上。对对对，吗？有换吗？有换电视吗？好，谢谢我们中委会牧师，谢谢你们。好，要大家排队嘛，好，来撒嘎兰教会，拍完了就可以赶快那个喽，可以，都可以，先给钱。好，等一下。好，来，我们动作加快，来撒嘎兰教会的。好，我们请撒嘎兰教会的青年。好了吗？好，来，可以哦。好，我们看前面。好，我们是不是历任部长们？好，我们来到前面好不好？历任部长们，历任部长们。来，历任部长们，这边台上，历任部长们。